日头遮尔啊美，外要热死，但是全台湾有真侪国中甲国小也是无装冷气。全国教师工会就到行政院来陈情，讲全国将近有200万的学生上课无冷气通吹，是热甲根本无法度听课。希望行政院会当甲冷气列为学校的基本设备，啊部分的学校嘛拜托企业会当来赞助冷气，互学生会当安心专心来上课。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来到行政院大门口前，亚基亚有布条陈情，佮邀请院长做伙食中昼的。出来外面跟我一起坐下来吃午餐。就是因为这几天气温较悬，全台湾还有未少中小学无装冷气，目前只有台北市的国中，还有嘉义市的中小学有装冷气的比率100%，还有学生200万人上课的时阵无冷气会当吹。 咱实际来行一转，无装冷气的学校，亲像高雄市龙华国小，每一间教室天花板有5、6支电风，窗仔顶悬嘛有循环的电风，但是老师上课爱安尼。老师和学生上课，有的人用徛的电风，有的人是甲一台细台的电风都放伫桌仔顶。因为动一下就会觉得有点热。 就是因为太热了啊，有的人摕册本一直学，有的人是用手一直切歌，啊，还有人一直啉水降温。小朋友一上课的时候都满头都是汗，都还要先做一下记心操，真的非常傲热，然后小朋友都一直抓，因为全身都是小疹子。那是老师、学生，学校嘛希望每一间教室都会当装冷气。因为我们学校地处于可能比较市中心或开发地区，所以我们学校大概是安排在可能第3或第4年，所以呢，这样酷热的天气可能还必须要去面对它1到2年。希望企业界会当斗3工，3管学合作，让学生会当吹冷气，专心上课。